动的，是不是？不会停。我们需要站远一点吗？骗人的，你可以不要演戏了。真是面强的嘞，你个懂胸部，你懂胸部，会伤的，我真是的面，你傻了哟！懂胸部。你去甲吃豆公最难的是除黑。哎，眼比黑，没有人选肌肉，是不是？你生唔出来。对不起。我们已经抽到天通的食材嘞，该木头假设失败嘞，动口些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不用，那我就折断喽。喂，3秒钟不能还他。你越起是可以。还没呀。我都还没有想好。最近眼睛看比较不清楚哦。哦，摸切团体了哦，他没有切断哦。厉害哦。哎，其实大家不是买个机器耶，买零甚至转移 Voca 去走。哎呀，大片发黑嘛，应该去切的。哎，我电脑一猴团呢。对了。你果然海产小王子呢，连他3月要生蛋你都知道。他有偷鼠啊。我们这位有一位很会翻的女神哦。那个是蛋。哦，没恐龙哟。来喽来喽。2300万的观众来看。1、2、3。哇！变做贵点呢。你做的小了该输头嘞。来喽来喽。哇！哎呦！ham嘅。他们说他们有个恋爱滋味吗？有哦。我也爱上你。哎呦 ！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。我係明珠。係莊百強。今日當拜喜又來到新竹嘅，代表來請料理牛年咯。係啊，冇唔錯，唐講根本一來係請係美女哦。講什麼呀？哎，誰來又服役了？大家看不到笑容，但又應流口淡水咧哦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之前呢來分享到嘅係李志亮阿志亮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啊，兩個好，十個來分享到係林訓志林師傅。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剛剛講到呢，今日來參加都會講什麼呀？還有一個呢，聽講係從細看到大哦。哎呦！哦，來馬上來分享到我呢下組嘅係來自富僑嘅表姊妹嘅，分享到嘅係崔英姬、袁真姬。歡迎！大家好。大家咧看一下藍翠今日嘅分享到係美女哦，來自關西嘅表姊妹嗬，五鳳叫到穿小kim。哇，歡迎！大家好。懂禮貌，真勁呢。好，現在談一下富僑兩個姐姐，呀，特別有乜嘅好教好識好料，俾睇起來小嘅係。啊，富僑啊，有呱呱節、南瓜出產業，有太黃瓜比賽。哦，太反瓜比賽啊！對。你自己有中嗎？有哦。真勁啊！我中喺磨青胎。啊，青紅色。青紅色的。自家色。呱呱節哦。對。他們都幾多年了呢？6、7年了。6、7年。1天就會出生。1天噶就有。是它有多大？100多斤呢。100多斤哦。哇，真的是很大呢，因為我差不多還才16斤。冇按誰這樣。好啦，除了該片之外哦，關西其實還有凍河搞嘅素菜哦，做啲你推薦一下大家。關西有買個河搞嘅景點嗎？個牛腩河哈，有這個清水公園，還有個東岸虎漂，東石河天干影片。哇！特別清強哦，東岸虎漂呀吼。東涌都跟像在法國的塞納河畔一樣，又安好哦。你真嘅東江，佢安鋪頭嘅時候點天婦，啊，而家就會都嘅橋下水風啊呢，做音樂表演。東涌外國人呢十分的講，所以兩下呢就當到年都嘅後邊散步誒。係啊，所以呢度新竹嗬，非常多嘅譬如講法堂啊，喺度東澳嘅景點做咧，大家強下去了哦。唔錯，太新竹地球按到報備，當然沒有當到未做出嘅料理牛年，馬上呢。來進行體館嘅挑戰，料理鳳玉蛋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，結添主要食材，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喺呢之前，唔哋會觸到物界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會因為太緊張亂混吞沒，還有涼脆冇觸到嘅食材，未會由主廚來做示範。到底會變化出乜嘢想唔到嘅料理呢？最刺激、最神奇嘅比賽馬上開始了！要到係一個料理鳳玉蛋嘅時間呢，到底今日菜色係乜嘢呢？請甚至師傅公布。二種小雞。
哦，按错部分给要问蜜中啊？可能係玩家嘅肉啦，吼。哦，不一定哦。来，派出一位了，猜拳。小kim阿姐，春英姐就是传说中是在宽矮头胎耶。你射也係你射嘅。那些时间。好，忠实粉丝。那希望你可以赢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也不能输哦，那就平手，好不好？哎，来，哦，电斗杀头布，哎呦，好。春英姐，我先来粒点呢。讓嘅摩天球嘅好哦，兩個啊，只有一個係蓋肉哦。最近紅隊都選紅燈，綠隊也都對選綠燈。那製作單位可能就故意讓你選那個。有選嗎？選黃燈嘛。都做的，都做的。金地，金地，黃色的。黃色嗎？好，看數到三哦。等，你用1隻數好啊。好，數到3、2、3。哦，水里係嗎？蜜中说的啦，还做水里的同吼，来，你们不要这样，还有更雷的。对，我觉得等下他们最地狱的哦，还有很恐怖哎，这不是最地狱的。秀琴姐，我们深吸一口气，好，准备先呛蛋也还风蛋，这是他们刚刚要选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错过了，对不对？我帮你开。好，数到3哦，1、2、3，盖牛。那你先看甚至的面，甚至面强的嘞，你给同恐怖，给同恐怖，给同恐怖，你上嘅，你讲甚至的面，给上的哦，同恐怖。好，等一下，俺先让俺盖牛拿起来，冇事不你抢走嘞，帮你修理嘞哈。俺名都已经被停不会讲嘛，会停通了。会动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需要站远一点吗？骗人的，你最不会演戏了。哦，这位。好了，大家强下数到3。1、2、3，哎呦，水晶鱼憨走的啊！要当然要用出来当然哦。因为水晶鱼它只要一遇热收了以后，你就挡不烂它。两妹下大家嘅那个冰跳不下不会烂它。哇，没关系啊，我们跟甚至周我们都会。哎，金钟啊。对，甚至周也都。哎呀，我们已经沉浸在欢愉的喜悦中。我们都有水里耶，等一下我就请大家水里也不蜜中了是。最后哎，也不错啊，没不查哈。好，马上就来进行下体育馆嘅料理服6點。好，兩個挑戰呢，馬上就要來開始哦。先來問一下馮翠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各位彈群一下，咱最後係提上的哦，堅不堅？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都厲害，都厲害。好。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做得開始咯，阿姐。你即刻吃到講最難的食材係水晶魚啊，係哪裡？哎，因為係水晶魚。啊，沒有人選雞肉，是不是？雞肉好像也沒有這麼簡單。哎呀，雞肉也沒有那麼。少蓋呢？我寫唔出來。寫唔出來。等下你自己來負責哈。好。好，那麼先看一下水里愛熱菜哦。那吃豆公呀，應該係最簡單的。故說我們剛已經討論好戰略。哦，真的哦。好，你也做白配馬嘞？用炒的。用炒的。用炒的。之前有哪個水里來做出冇啊？哎呦，從來冇想到咧，因為考試咧。蛋廠那類做水果那些的。做得啦，其實哦，用水里做料理都簡單。簡單。評論講用嘛個用水里做嘅料理啊？普通啊。水里燉嘅銀耳。係啊。哦，錯。加名菜。那係用嘅紅酒啊。紅酒哦。紅酒燉水里。但現場有紅酒嗎？不，我們是味噌燒。但是我想問一下，因為水里嘅本身係甜嘅東西，如果蜜醬係鹹嘅東西，那就好好啊，哎呀，鹹甜啊。因為呢，我們該有策略，等下給我選 B 料，等下我都燉了，人家的 B 料後，我們就請廚師來幫忙，好唔好？B 料切塊塊，唔係切油油嘅哦，好，按用嘅太細哦，好來。哎呦，你係嘛嘅東西啊？雞腿，哦，蓋肉，啊，佢當鋪嘅粉係嘛嘅？胡椒粉，是直接撒上去的。做得去腥啊。哦，唔係作個。冇，來等它箭頭長來切小塊。看到啲配料同下。我要按落一下哈，你披線落去，對不對？韓國呢還有法度。係，我留佢
让那个鸡腿有那个断舍离冇啦。等一下嘅蜜椒咪做啲行业梅啦，吼。不去煎下菜料，长来翻面，长来边面。跟你分给我啊，哈，给面董英子今天也写了这个他的这笔记来。哦，真的哦。总台总结刚刚比赛之前也还冇话讲，民族设计按钮要有葱毛。啊，准备安豆哦。你是准备来抬个海报系吗 ？A4 纸。我都看下，你用半个挑。没有毛啊？哦，有哦。对啊。两罐哦，就出示挺熊爱哦。好，这个你应该走在熊家还用的那一刀。阿姐，我这样问一个问题好了，你们有做过味噌烧鸡吗？有了，现在才学，给我学习的机会了。变面的吗？盖应有可能会变乌骨鸡咯。差不多诶，会变。哎呦，差不多拄好擦擦的。因为我这样问的问题是，因为等一下要烧鸡的味道听出来动绕筋，我们已经抽到天通的食材了，该梅头假设食派的动口些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不用。那我就折断喽。喂，3秒钟不给你传它。3、2、1，起始可以。还没呀，我都还没有想好。最近眼睛看比较不清楚哦。哦，摸切团体了哦，它没有切断哦。厉害哦。哎，其实大家不是买个机器耶。其实是买林甚至转移 Voca 去做。哎呀，很矮，大天发很矮，应该是去切的。我们已经抽到天通的食材了，该梅头假设食派的动口些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不用。那我就折断喽。喂，可以，等一下要求救。求救。好，先不给你煎一下，等下过了个时间用两排儿做对吗？好。主持来嘞！哦，主厨天数啊！好，因为先马上。他先来耶！你们两个是天秤座哈，动单贤姐。先顺嘞，呀，先来耶！这个进的好，进的那就是民主喽。好了，阿亮够了哈。阿亮够好。好，拜托。好，先看一下，3秒钟不给你看它。好。3、2、1，起始可以。还没呀，他看还是你看？我都还没有想好。最近眼睛看比较不清楚哦。没事啊。不要再笑，不要再笑。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哦，用马线落。哇，温度那么低哦。哎呀，你今早嘅时间落记得讲一下，等下嘅步骤。要姜丝煸煸嘅哈，洋葱，倒去煸一下，可以啊，米浆。一边做，我会挑油。哎，那蜜椒那个味淋啊，昨天先不给你挑一下吗？对呀。我觉得那个比例也很重要。比例很重要。有碗吗？碗，停止，暂停。不用太。你下步也做对吗？哎呀，倒掉。那么大。送你5秒钟。不止。哎，6秒。那个小的碗才刚刚好。好，碗落嚟哦。好，糖哦。它会加通哦，我梅林的本单系添加的。好呀。抓一抓。所以加通是好的哦。你下现款啊，我等一下那边走在赏西件呢。冇水分啊。4、没有3、我还没。刚才你有帮我们暂停吗？刚刚有帮我们暂停吗？好，我西件懂念慢一点。刚才拿碗的时候暂停啊。做得念多的么？哦，多。吃呀，米西，慢慢吃。哦。真紧时间多嘞，拍摄。差不多，因为水里很甜。对呀，水里也不用弄了。我待会要出锅来了，那我帮他们问个问题哈，该水里会煮到烂啊？要先，给清了不？水里清了不？哦，所以水里有保持一个口感嘛。好。可以白煮水里就落去调差不多5秒到10秒就好诶。好。要熟就好诶。唔会煮到烂哦。好。好。一定要过去咯。好，这没有。你确定？对。好。会出锅来了。好，来。到绕墙4伏之前哦，先来看一下挨到个干要见到，哎呦，很好学的，真的是不错。好，通关密语先来讲。师傅帮帮我。我系马街啦，梗系香港人哦。师傅帮帮我。好，因为接马莎。李师傅。李继龙。金某涵哦。今天不错哦，很幸运。等一下，你需要碗吗？等一下，不要紧张。我怎么感觉我今天很忙的感觉？好了吗？碗有了吗？还没，等一下，不要紧张。我看一下。我觉得你比较紧张。我都调好了。
好，计时开始。我们拿台吼个火。那火不够大。火不够大可以扣2分钟吗？我们也只有1分钟。拜托啦，莫啦，拜托拜托。没有啊，拢拖时间呢。哦，系啊系啊。哦，我们拿添哦，因为我们没有水梨啦。太多了。你酱料调太多，等下不要全部下。要水吗？我不知道我来得及吗？俺们定来差。你一定来得及，我不会让你回去。10秒吗？加油加油！已过10秒的意思吗？剩下10秒。因为迄雞肉冇燙到吼，而家邊醬料都冇燙幾片硬到。香港呢個燙鹹，雞肉係熟嘅東西哦。5、4、摸糖度，熟必走來，試下面時間咯。一食落，一千條杯，鹽、先吃下啲試看辣嘛。冇醬鹹冇人竟要鹹未啊？好，所以家下師傅講啊，全要糖落去咧，嗬。要，冇問題咧哦。冇問題。確定。好，你有問題嘅咪仲唔得問咧？半機收支啦。收支。梅頭嘅部分。就已咪來就好誒。好，加牛一把差唔多誒，你嗰個雞片好。雞片好了。有吃過米頭嗎？還蠻嘞，來試試看。蠻試過啊。你燒冇辣就會唔辣鹹哦，因為水裡會見出水。你確定你要食葱配哦？係啊，根本嘅主角係水裡咧。要吃水裡，米絲有辣嘛？唔辣咁調。走得。好。加牛時間咪差唔多，嚟你倒數咯，嗬。天草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試試看那鐵管地度，乃木卡米西卡站到嘞。这个呢，用那个蜜浆啊来做变化料理，听懂这样的？所以啊，蜜浆就是一个灵魂了。因为最难的是在生智师傅身上。现在风吹了，吃这款呐，来，大家吃这款啊。水梨，那本单就冻好些水梨啦，水梨做嘛，个料理全冻好些。冻好些的。咸甜嘅。拄好一粒水梨又冻甜，佢说包的蜜浆哦，咸甜，真认真的。冻清甜咩？伊用一些用麻袋嘅米头，就唔会吃到讲按平的米稀啊呢。全一季你吃过样吧？做得是了。有没有吃过？好吃吗？好吃。一清爽哦。水梨本来是润肺，对身体很好，对身体好啦。进步也舒展水梨啊，对豆豉。真嘅。对啊。懂咱的，而且蜜浆啊，講真嘢，日本人哦，要按重名，老是蜜漿呀，就咩有改上。係啊。好，來探看一下壽慶鴨姐哦，對雞龍沙嘅評價明白？幾條做到？凍好食，清爽，也適合熱天的食，凍清爽。你試過用味噌來做嘅燒水梨嗎？第180度，還是養生啊？你平常時係食彈肉哦？冇啦，因為你啊，已經比魚頭白丸子又凍肉啦。比較起來啦。一種做出來的這麼肉卵都是。全部係高蛋白的，嗆出是攞下燒，因為要用水果熱菜凍好，綜合一下啦，還控制下營養，還有尤其兩下吼，天氣凍熱，所以到兩下水梨蹦嘅菜吼，就是一次吃完全部的感覺，唔是咋個咧食菜要食水果咁樣，啊難死就錯了呀！來看一下咱最做嘅兩下正宗嘅味噌燒雞，好，非常好食。跟肉吼可能係因為要發到凍要熱梅。你米以外吼，咩噶鹹同嫩，米漿米頭咩調到凍三的哦，馬沙調的啦。係啊，馬沙調到安好啊。馬沙調的。阿妹調啊。阿妹調。水銀記你知道咧？好吃。米漿的米頭又有吃的，軟又凍又口感。那還有許多個鈣皮哦，凍好食，差的哦，煎到焦香。壽慶鴨真吃到自家做嘅飯。站，還有凍好食。阿鳳叫阿姐咧，凍好食，真的是很棒，很好吃。好，本師傅等下我來收集下我的評分咯。競走嘅時間馬上就到了，小強倆自劉師傅搶本分數。哦，因為從
下他中当黑马意思。是我是哦啊，等一下你有声音哦吼。阿菊师傅强不服输？哦，抢球呢？啊，这种师傅抢公平。其实啊，两片呢，口面啊就唔讲嘅，因为口面係要講去調，講口感。兩片呢口感攏顧到十分好，該切，該嫩，攏當好。我用安尼都唔點樣評分，所以我用因為要用菜很多米漿小雞肉，所以唔免出到雞肉，有行有辦法顧好來，我就會先封住。哦，意思係安尼，其實兩片都平分秋色。但你按牛應該會把生之師傅當水晶魚的部分啊，哈，來看一下阿菊師傅嘅公平。我每盤南推呢，係用該處理嘅雞肉啊，上速度就當好，還有該醬梅啊，有該很平衡該搭配啊。乃是都有尾韻的話，有這個姜麻該梅頭，然後這個整個味道呢會更加的提升。安樣，風推兩片呢，梅頭嘛當好，那個水梨咁清甜安樣，嘛當好。你剛才講的其實睇到可能全冇糖哦，因為大家應該很期待待會水晶魚的表現呢。所以我冇嘛嘅。好啦，亞體館呢係業別業兩組呢都有一個米漿哦，同針對嘅一個食材表現都當好。不過稍後來看一下，今日甚至師傅出到係一個睇下較少用到嘅一個水晶魚哦，到底叫樣嘅來料理呢？馬上就搞本身知識不了。水晶魚亞種食材呢冇按簡單處理哦。先來看一下食材部分。食材用出到嘅係水晶魚。那首先呢，我會先接受它、面對它、處理它。煸起來，然後做一個像嘅燒烤嘅東西。哦，你要食咪做呢種燒烤哦。對，用穿起來。先問下，有食過嗎？有，港口那邊有用在。剛才講到港嘛，港係那係港嘅片，尤其係兩鳳港嘅，又有一家動態嘅串燙哦，啊地北都有一家動態嘅師傅，他對這個蠻有研究的，自己舉手。我叫嚟下，我咁點樣學嘅？就係阿兩個，睇講。你睇水晶魚到底係乜嘅啊？幾算係嘅係冇？佢算銀魚科嘅，佢算係一全海章魚嘅，佢當年差唔多。3年左右嘅供率，都差唔多4年左右嘅，就會算太出。大家有算最太嘅嗎？水晶魚本身佢唔會長太，佢青島也在太差唔多，隔一批就算當太嘅。佢太體圈係要用白色嘅透明嘅係冇？咁五骨頭咧？咁五骨頭啦，咁內臟本身來講就係透明嘅。哦，真的哦。好，你用穿起來呢，就做得用剪嘅方式，然後做一個米漿嘅醬。冇切斷體的哦，它沒有切斷哦。厲害哦！用切就幫佢切末較夾啊。哦，厲害了。其實大家唔是買個機器耶，其實是買林甚至轉移 Voca 去做。係啊，很矮大天花很矮嘅機器切的。有這個一盒款呢。你果然還產小王子呢，連他3月要生蛋你都知道。他有風俗啊。我們這位有一位很會翻的女神哦。那個是蛋。有。來咯。2300萬的觀眾都會看。1、2、3。哇！變做貴的呢。其實大家唔是買個機器耶，其實是買林甚至轉移 Voca 去做。係啊，很矮大天花很矮嘅機器切的。切到凍油呢？用你愛用切蔥頭嗎？你順風的。長歪。我幫你切個麵麵，我會炒個米漿。它有可以切得動強力呢，我就切到整個砧板會很髒這樣子。魚尾先落皮哈。好。水晶魚冇有那魚腱呢？哦，油溫唔拉，水晶魚落去溫麵的。要油溫就凍啦。咁樣就幫你炒一下。做醬料嗎？醬料，幫你蔥條幫你炒到就甜味出來，還有米醬本身係較鹹一啲的啦。就用個甜味幫你做一個綜合。油一定要夠多是嗎？
可是刚刚没讲，它是预热温用的呀。当我面了哦，面体咯。当我面体，我而家冇統計講佢切格咗，我面體我脆體啊。很脆弱這樣。好，而家都嚟統計。比較從頭炒後，然後米漿呢用銅匙。哦，是這樣那一炒哦，唔是先挑好。會炒過，而家香味將會出。大家去看到哈。唔是先挑好之後長在變好去哦。味淋用銅匙。1:1啦。調酒1銅匙，調酒1銅匙。想問下水晶魚做嘅紅燒麼？水晶魚紅燒我係用炸過，我用開火一炸過。像母是綿綿呢？炸過就做得，煨一些粉嚟一炸。哦，裝粉魚。哦，本魚炒到香味出來咧，裝落落水。水的比例大概是5銅匙。哦。做嘛個先傳起來以後，長那來煎，總不得先煎好以後長傳起來哦。炒米起來。煎過都冇法。因為講會麵體。我而家調那創業我爛體樣嘅，我冇一桶氣樣，我一煎冇拉差一邊就麵體。哦。我桶的全部鹽定嘅，就算不粘鍋都會鹽。大概醬就好咧，而且該重發，大概重醬就係認識該海南雞飯啊，或者油雞啊，油雞該醬就按樣做。用嚟做啊？用該葱，容易切發。那個第一個醬料麼？這個海南雞飯呢？有食過哈。但講沒有加個醬料。啊，舉師傅不私藏大公開。真簡單哦，真簡單。還有該甜椒，容易等下做一個配色該。哦，不過海南雞的地位都冇添椒呢。做一個配色。配色啦哈。哦，我試看做啲扁的係嗎？我很想看它扁過落係嘛該用嘅。紅唔對。忙哈。忙啦。哦，兩片添椒要切到揪揪哦。大概葱法還差不多。這個是做一個擺設的，大概葱大概是20克。按鈕你要滴哦。克數也要抓哦。差不多，然後。薑呢就不用切，大概10克。啊，不用我薑哈。所以這兩個元素是一定要的。薑麻啦，還有該蔥花，然後還有一點點的該鹽。哦，鹽，冇是會冇味啊，真的是一點點呢。對啊。咋搞落漢會不用嘛該？就點點。我們這位有一位很會翻的女神哦。那個是蛋。哦，冇強用的嗎？問一下了，等佢煎嘅時間問一下，除了了個水晶魚之外，還有嘛個食材咪做那種串烤啊，該放學來處理嘅，用衛生的。杏鮑菇嘛，清厚。杏鮑菇，一般個菇。來咯來咯。哦！哇！有見到1號款呢。很差哎，很差哎。差做對咯。你果然海產小王子呢，連他3月要生蛋你都知道。他有多熟啊？這個要很小，其實真的好。我們大家都在看。2300萬的觀眾來看，1、2、3，哇！變做貴點呢，所以你要還有耐心啦哈。導播說看無哦。再一個倒數，一模翕到啦。來，自己 Q。1、2、3，哇！好厲害哦！這種卡牌處10天數哎，該60秒鐘。最困難嘅地方就係倆啦，感謝李師傅啊。真叫我見到貴地唔簡單嘅哈。應該銀毛馬同多佢切格本身就會面。睇過佢是個 U 聽錯係 U 啦。嗰個條一少。所以一般媽媽都不卡，我撞下洋菜，一天要換我拉食。我嗰把魚就會面過。香港先傳起來，傳起來就較好食，較好變。啊，你像水晶魚啊，除了做啲按樣傳起來串烤，還做啲做其他嘛個料理嘛？一般就係拿來燜，先滷膏嘛，滷鹽、酒、胡椒粉，燜個酥粉，一米一米嘅燜，一米一米嘅表，一米一米嘅炸，像人炸甜品燜個粉中央，就唔會鹽中下。我叫佢。你冇溫粉嚟出就去炸佢面。所以你沒去到，記得按用個做法凍好啦哈。差唔多，你就拿用個滷味拿過來。來，需要隆重的音樂登場一下嘛。哇！應該燒。哇！
那个烧烤炉。这是个人烧烤炉吗？对对对。你办也办用寸该了。中秋节你做的出春哈的。这超酷的。而且大家没看到，该地北读还有两黑马盖。我等一下会做一个算是烟熏啊，了解薯条黑牛眼跟薯条。牛眼是龙眼木哦，给烧到就热那用，就经常该烧烤啊用。哦，它就用牛眼个好夸张哦。对啊，有缝哦。这个要不要什么？没关系，不用。好，不用烫。哇，见狗以后，还会拿来炭烤。嘿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从安外背。哦呦，用齐嘞，那个给我，用齐嘞。会挑哎。外面卖的炭烤没安用，现在抛狗以后再来刷酱炭烤。那个刷酱就这样。哇，还有剩一串哦，好可惜哦。刷一下，因为如果烧啊，以为就烂铁嘞，就会淋个酱那样。等一下我有开火吗？不是，我用烧嘅。哦，好，你话这个肉呢，就係魚嘅肉，然後一撮嘅嘅香肉，一燒到較過半，然後就本件嘅肉衝到底部，然後就嘅就變成蔥油醬。哇，好厲害！記得下冇火冇灌貼咯，這個油一直有在加溫。對，還有嘅甜椒啊，幫你做個配色那樣。哇！原本上講係最地獄食材，結果本去做到安用音。問一下假使大家喺下手度係水晶魚啊，有乜個想法嗎？想一下，假使喺你手度，我就用炸的。哦，用炸的，因為係用破嘅，用破嘅。哎呦，就做啲。哦。哇！那個燙到一個，所以海南雞嘅嘅當背出嚟安用姜媽、蔥花醃，還有嘅香油。哦，香油。哦，天哪，要食香米都有呢。係哦。哎呀，有冇有一串安大送啊？因為真氣勢。啊，你要為韓食哇？就做啲燒了嘅薯條咧。來咯來咯！哇！等一下，我要個牛眼。哇！哦！哇！哎呦！還會噴醬呢？哦，哎呀，就是好食咧。哇！哎呦哦！大家有皮到嗎？要給太厲害哦！那你要端起來嗎？端不起來。那這樣子。哦，蜜中水晶魚就好食咯。安陽去好食咯。好的，一個水晶魚啊，一塊大白魚開工嘅時間不可能你用破位。今天呢，師傅呢這一盤你可能大開眼界了哦，睇下來吃看啊！哦，非常期待哈，原本吼冇辦法期待嘅食材要本去做到安用型，真難得有師傅會做用嘅料理咧。嗯，哦，好酥脆哦！韓國嘅最美哦。挑嘅應該講係從海南雞嘅嘅醬吼，誒咪當厲害，當好食，增加嘅香氣，那香味，完全冇試過嗰種感覺嘅。因為人嘅面頭真嘅係又有嘅本土嘅龍眼木嘛，嗬，牛眼酥嘅嗰種香味，但佢本身嘅它油脂散發出來香氣，還有再調上去海南雞嘅醬料面頭，哦，很讚的。袁記，這都唔係講法嘅，唔係講法。唔係都拖骨頭嗬，好食冇？好食好食，好食到酥啊呢！酥酥軟軟，有口感，好食，睇白食到好食。我唔錯，真係都好食咧。係啊，做乜嘅是本來兩條婷婷啊，嗬，唔辣雪嘅嗬。這都當炸當好食。難得就安尼好食，真的是不錯，很好。唯一嘅缺點就係挺少咧，對不對？其實我代表一下，就家自主來感謝一下ရှင်吉師傅，因為許多美食節目就安用於美食吸引人才好看嘅節目，每一次這麼用心，對不對？咋個都感謝一下，馬上見到安河，是誰煎得這麼好？海產王子，係哦，很啱嘛。其他都講一下，你們兩個的分工合作，倆頭出來做東用辦。我咩 T 班安尼做嘢用開，家己喺個整啊，其實我咩有啲條件，因為我哋正常來煎，當然煎。搭配都當成功，加個蔥油嘅香，搭配啊魚其實爽口，回再香味個加上佢有鮮香，
哦，跟规则最底位都迄种口齿留香。啊，用做枸杞后，因为串烫做咧考虑一下加菜，哦，菜单做咧更新一下咧。这个老三队我不是食不受伤。好了，我们讲呢，前辈黑一毕业，马上就会进行最杯谜语馆的挑战喽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歲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，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過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啊！講到呢下嘅啊吼，我想我先來問一下抱歉。喲，我看到人嘅故鄉當中，你知道講一個最強嘅農特產係乜嘅？故鄉哦，我講幸福個最有名，大家應該圈地哦，就係鵝肉、鵝肉嘛，幸福嘅鵝肉最有名。今本日咯，你嘅主題厲害誒。按到我嘅故鄉，我驕傲。哦，故鄉嘅料理哦，推薦大家食嚟。冇錯，想問一下。風吹上到一個愛嘅故鄉愛驕傲，你會帶來乜嘅菜名咧？胡飯豬頸，咦，鹹咩一條咧？鹹咩？鹹咩？誒，用晒。哦，用好啊！誒，對對。做乜嘅又係做人故鄉清驕傲嘅呢？名產啊，哦，要出胡啊，係啊，要出有胡尖啊，啊，又盤胡尖呢，當然又盤啊，遇見你就笑，遇見你就笑。對，了解了。鼓手來到虎橋，一定會識。胡誒，好嘞，風吹要新鮮冇啊？有。你今日我推薦嘅故鄉吼，來自關西嘛吼，我來推薦嘅最有名嘅農特產係乜嘅？關西嘅鹹菜炒麵湯。鹹菜炒麵湯，不過最有名聽說係鹹菜啦吼。客家靈魂，等下會拿獎金，也係拿禮物。獎金，好，你講嘅哦。好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嘞，比賽馬上倒數。3、2、1。哦，哎，洞庭在写虚间，你有看到童话故事，那種魔女啊，會煮那種湯藥啊，巫婆湯。姨婆。而家你講乜嘢巫婆？哇，鹹甜鹹甜嘅。它不算甜，你的戀愛滋味嗎？有哦，我也愛上你。哎呦！麵蟲啊，麵蟲你最好嘅啊，係啊，甜甜啊，啊唔過舞嘅要當特別，我之前講真嘅對虎橋舞嘅較冇按數，咁咪看一下哈。哎呦，第六個舞兒因為按太渣噶，我唔但講舞兒，我覺得今天舞兒算它是只是少一部分哦。那晚還有其他食材做得到大家地瓜、番薯，番薯，紅蘿蔔配色，營養也夠，就這樣子炸一炸。下酒菜，哈韭菜，做的小點心。咁有冇有一些像泡菜嘛？就像泡菜炸薯哦，佢按醬嘅法，係瓜嘅法嘛？吹瓜法。吹瓜法。誒瓜，自家點水嘿，點吹瓜法。再也細類嘅苦瓜。苦瓜法。哦。那等下做盤絲也很有盤絲啊。但是我想問個問題啊，其實講腐兒的處理嘅時間，它不是會出黏液嗎？那你們的處理方式係乜嘅？把它洗一洗。哦。澱粉都洗掉了。用兩碗係冇，係變水哦。變水。哦。要不。好，等下都上來哦，好。哇！你睇麵蟲我先拿嚟做乜嘅？炸過。半煎炸啦，哈。炸半去炒。做乜嘅？我講嘅關西最有名嘅農特產就係鹹菜啊，唔係現炒哦。係有現炒，現炒當有名，鹹菜嘛也有名。因為關西有很多農產品啊。你做的燜嘅風餃記，因為它的小抄上面有寫。來，它有背，昨天晚上背一個晚上。你背的小抄做得拿出來講咧。關西做乜嘅最有名嘅係唔係現炒係鹹菜？你咪睇白關西按照鹹菜飯，鹹菜是這個鹹菜飯係來源按用很多嘢啦。哦，係啦，有啲名都鹹菜飯，古時有特別嘅鹹菜清有名啊呢。原來是有典故的啦，哈。好的，你下唔係按到乜嘅現炒飯哈，現炒飯。這個差唔多泡幾久啊？我唔記下拆掉嗬，成為熱梅。好。跟住鹹菜喺自家做嘅冇？
关系的卖落一个农产品，因为咧下吼，咱每台菜生产的时间，先用卖的。哎，今用咪碰起落呀？哎，无。分担做不？哇，好。哇，哎呀，老虎条粉就好的啊。哎，不过你要偷出来怎么改？我大概放在那个笋片怎么会一起放的？用下会炒吗？脆爽，是都脆脆的东西。对啊，加了款呀。要搞我先过嚟咯，风吹看一下哈，等下都先炒一下。哦，重头戏来了，波动戏了哦。哦。哎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哇！哎，洞穹在写虚间，你有看到童话故事，那种魔女啊，煮那种汤药啊，巫婆汤，巫婆。呀，你讲乜嘢巫婆？那我想问一下，怎么解會魚眼多嘅泡啊？有迄油炸過蛋白質同有迄個酥脆的，硬結就做得。像泡菜一樣嘛。我給婆懂講哎，很像那個拉花，對，拉泡那個。我有搶人嘅冇俾賣嘅乾燥蔬果用嘅。哦，錯。但是人家是用烤箱係嗎？哎，它是用烘焙的方式，所以給它想要呈現的英國係嗰種感覺。對。而且是有個切。对。那等一下泡好劇以後是走得快去爆了嗎？對。那不然我們先過去看，好不好？好，謝謝。哦呦，這個很好吃哎。哦，皮都長條。哎呦，這個我喜歡。那可以聽懂後生啊，建議讓吃看啊。香港人看見到嘅鹹菜吼，不用到又辣哦，就是有。我們這次介紹的是關西嘅鹹菜嘛，主角的比例啊，又古董。哎，看起來是凍上英血咧。又香嗎？又看跟面窗就擦，韓國嘅筍片，也係嘅。等下試吃的時候不要只有夾一小片哦。所以夾個量細。哎，對。韓國最美，韓國加九層塔的。嘿，體驗差。不用切點差。切點差。哇，那真的是香上加香。哎，你要人就好嘅啊。好，好，剛用差唔多啲高啲，呀，入邊有冇 OK 嘅哈？細隻蝦木頭哦。哦，差唔多。哦，有哦，凍素凍切哦。哇，可以。謝親醬。哇，很香哦。哎呦，唔好整落去哦，因為 keep you 哦。哇，直接吃了。鹽酥雞店就是這樣子咯。那放鹽。你師傅今天很人很好哎。哎，有加粉嘛？有。一包嘅須姐咯，用飯攞去包嘞。像手剪。日本料理。哦。哎呦，還用一片給我當膠水。咁聰明呢？原來盤漢做得安用用哦。藝行先係就安用啊。無線落去一盤呢。粘海苔的。哦，用菜。哦，粘飯出牙吃出來冇簡單呢。它很有創意耶，不是只是我的故鄉我教而已。哎呦，好了，剛才你時間差唔多，先來倒數哈，現場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吃看那呀最杯米一關，我嘅故鄉我驕傲，哪部卡卡真的嘞？兩關地圖呢，就會釋出人不卡人家鄉嘅信心，釋出人家鄉嘅驕傲來哦。不說人家吃的時候表情很重要。嘿，冇錯，好不好？哦，固定哦。對，好，來吃看那先最風趣嘅看來吃看那。哦，哎呦，蛋起來糖給上進哦，就凍上嘅呢。卡茲誒，而且有個演習嘅非常嘅加分。香港因為佢要綁嘅硬果哈，佢先加嘅口感非常好食。很酸油成功，茫茫係香香嘅，茫茫係香香嘅，不會倒香香啊，食得卡斯卡散嘅。東牆嘅下酒菜，哎，答對了。哎呀，結果我台語咪做啲鳳椒，那成嘅咪做啲做點心，係咪要加蹄頭啊？蹄頭加個香菜絕配，我覺得這個味道非常嘅夾味，真嘅厲害。我來食看嗬，來食關西嘅個鹹菜咪當厲害哦。好，來吃看哦。個鹹菜鹹針掉。鹹甜嘅。鹹酸甜有個戀愛滋味嗎？有哦，我也愛上你。哎呦，陳怡靜，你知道用嗎？呀，客家酸菜都冇同樣。又酸，又酸又透明。我覺得那個跟麵蟲哦，見到都好，
我哋喊菜真正都厉害，因为刚下讲冠系最有名是喊菜嘛，我觉得有把主角体现出来。冇错，正经我不讲系富桥嘅舞诶，也系关系喊菜都会10分站到说出客家人骄傲。我马上就要来请评审欣赏来评分咯，先来请你的志良师傅抢本分数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阿菊师傅抢本分数。哇！哦，又系飘手，抢公平。它有一些创意，它冇同样的地方，冇两片的米是，喺各个嘅条件拢顾到当好，做到当好。所以我喺现在就讲，较有创意啊，嚟啲咧，所以係天风水。谢谢。那阿菊师傅，你有冇強用嘅想法？好，我要本南推呢，係我就知道嘅純粹嘅梅土啦，清香，還有嘅面蟲，咁我是，唔過就較甜辣嘅啦。鳳推呢片較大眾嘅地方係知道就較早啦。做啲老藝術嘅美乃滋啊，還有優格啊，本佢有嘅濕潤嘅口感，用適當呢會較順口啊。哦，懂厲害，懂厲害。好，嗱一兩個評審呢，本太只建議都來吸收下啦。不過最主要係，200人來到富橋來關係嘅時間，就提供我帶埋嘅鐵三都專業吼，馬上就頒獎咯。今日嘅比賽呢係評數，2組都係大頭名哦，先來恭喜鳳翠得到1000元嘅加菜金。恭喜！好，來看一下咱翠啊，今日咪係得到2500克嘅加菜金咯。謝謝，恭喜！我先問一下春英姐啦，要不要來參加？人嘅心底係讓我老太太分享一下。一歡喜來對啊，客家電視台嘅節目，詢問大家。謝謝，喊你把我過來哦。元珍姐老太分享一下，好食又好搞，傳到經驗，下次有機會就來。我唱過來哦。好，一聽我過來，恭喜恭喜！好，大家來看一下哈，呢個小kim阿姐哈，基本上來參加有乜嘅感想咧？讓我大家分享。感謝客家電視台本我聊到。農家主婦給我們這個學習的機會，學到海鮮的料理，水晶魚嘛，對啊，那很棒哎。我好像從來沒看過水晶魚的料理這麼豐盛。你只有看過水晶。對，當然口福啦哈。當然口福。好，行擺行外來哦。好。好。大家來問一下鳳嬌阿姐哈，基本上來參加有乜嘅感想咧？當歡喜。上到講嚇，難得有呢個機會，幫我哋參加呢一家之主啊！心肝感覺到當好。啊，行擺教室很有機會而來嗎？係。哦，你講啥講好咧哦？啊，好。2擺係那2500克，行擺是那3000克，好冇？好。佢家下唔係又講到根本因為那獎金，獎金本應那多咧，對不對？2組都是大頭名，非常厲害。2組都厲害哦，當然評審現場咩辛苦嘅哦。今日呢挑戰冇咁簡單，因為呢你唔單靠認識自家故鄉，啲嘅故鄉有乜嘅寶，行家行我古老嘅表現出來，冇簡單，2組都得到評審嘅肯定。係啊，來到我哋嘅節目嗬，做得看到好多嘅創新嘅做法，譬如講水晶魚嘅做法，未做得大佬已經自家故鄉嘅好美食哦。歡迎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咯！一家之主等等你強下來要到邊來挑戰，到9年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